而且还要再接他。如果今天他接一个车辆化就的话，就是所以常常来我们看看，代表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努力的，好，那这个好，这个哪一个前面有看到很多的好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国产的都是学习表现，他这个社会上的职位，好，他业我们基金会，甚至有30岁，都还需要各位来帮办，好，然后或者在这边当下，我们有行事班，就是没有满16岁，他们把16岁成立一下，我都把这个好。所以我们也有在参加行事班，这行事班呢，有一点我们的是对，就大家每次来参班都有都有下午茶，然后有可以去拿对话，所以呢，我是画出来啊，我们这个3天都因为就是老到帮助他们说出来的是啊，如果我们年轻人有那么多你可以去参加新的班，新的班是我们中期以及手术班的哪个是班，他是我的3礼拜开始进行，好，那他的时间是8点到5点，好，所以也希望大家以适合年纪学习什么东西，以个人的好来理解。像什么报告，像什么报告，像各大的还是下面的团队我们老师们可以好，所以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报告。这个也是这个大家因为他们什么好，他会有最后的大家是很快乐。那就是他们对到尾声的话，可能说大家都内心充满温暖，但是身体上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。那就是红马之后，我是希望大家多多的话，就会觉得我老师对，可是关于通过过程，那我帮你们好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谢谢。那我们请博洋跟现场拍。然后我们讲他生活的介绍我的好，也感谢这些亲切的参与，希望我们活动能在今天高，希望我们利用的那你们的潜力发挥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办的从底下希望大家能够谢谢。大家好，各位伙伴的付出，就是因为才能办得这么好，这个。时间非常长之后，大家都很这一次的气氛整体的气氛都非常好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各位伙伴，大家辛苦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话就是学习蛮多啊，希望大家。大家都好好学习哦，下次再大家。
对夫妻带着小孩参加活动。我想去照顾他，心在告诉他们。谢谢各位在共同参与后学长。回去找他们小孩他们这些大活动，我要整活动去带活动，要现在做，先生照顾上来。对，然后就是上班在讲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外在是所以就是让他们今天有很多上，所以我刚刚就在说嘛，我这边是刚做的好。那尤其是在最后，在邀请的